吳錫豪，綽號跛豪，1930年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。60、70年代嘅香港，社團林立，吳錫豪作為當時黑社會義群嘅領頭人，好多人都識得佢。佢隨住逃港潮嚟到香港，起初佢喺香港九龍嘅石硤尾開設字花檔。身為潮州人嘅吳錫豪善於經商，生意好快做大，勢力亦越嚟越大。但係冇過幾耐，佢就遇上咗可以同佢抗衡嘅競爭對手馬氏兄弟馬式如同馬式珍。喺馬氏兄弟嘅競爭下，吳錫豪嘅字花檔生意越嚟越差。極度渴望金錢同權勢地位嘅佢自然唔甘心，但佢並冇選擇惡性競爭，因為佢又發現咗一門生意比字花檔嚟錢更快，就係粉檔生意。吳錫豪嘅粉檔生意係佢事業嘅開端。發展初期，佢又遇到強大嘅競爭對手東莞幫。面對當時喺石硤尾一帶勢力強大嘅東莞幫，吳錫豪自然處於弱勢。喺不利嘅環境下，佢開始揾靠山。面對黑社會，吳錫豪採用以毒攻毒嘅策略，一邊尋求勢力更為強大嘅黑道勢力便於投靠，一邊組織人手同敵對夥併對抗。最後經過一番廝殺之後，汰弱留強，吳錫豪所帶領嘅義群成為贏家，正式打響佢哋嘅名聲。自此，義群嘅粉檔生意蒸蒸日上，吳錫豪嘅勢力亦越嚟越大。到60年代後期，潮州幫逐漸發展成活躍同泰國、香港同台灣等地嘅國際販毒集團。有傳言喺60年代尾、70年代初，吳錫豪嘅販毒超過30噸，價值3億以上嘅毒品。3億喺當時絕對係天文數字，亦係因為呢個原因，吳錫豪家族更被稱為香港販毒4大家族之一。吳錫豪風生水起嘅販毒事業之所以可以喺短期內崛起，除咗佢嘅努力之外，背後亦少唔得一個女人鄭月英。跛豪嘅野心一直都好大，當初佢想要做大，絕對唔係喺馬路邊同人搶一個小地盤，然後喺呢度賣毒品，而且仲背負住被打跛腳嘅風險，所以佢揾到咗一個黑道兄弟一齊合作賣毒品。呢位兄弟嘅妻子叫鄭月英，佢哋兩公婆一齊賣毒品，鄭月英就負責喺各地送貨。跛豪同佢哋兩夫妻合作之後，生意越嚟越好，賺嘅錢亦越嚟越多。呢個時候就引起咗競爭對手嘅不滿，於是就向警方告發佢哋。然後香港警方就去突襲佢哋賣白粉嘅水果攤，捉咗跛豪同佢嘅兄弟返去。經查詢發現，佢嘅兄弟仲有過前科，結果被判咗3年，而跛豪係初犯，被判1年。跛豪被關到赤柱監獄，喺呢度獄警都會收黑錢，所以跛豪入去之前準備咗一啲錢，入去之後日子過得相當唔錯。9個月後假釋出獄，出獄之後佢嘅兄弟仲喺獄中。趁住呢段時間，跛豪就揾到佢兄弟嘅太太鄭月英。當年佢27歲，兩個人都冇咩文化，但都有野心，所以兩個人一拍即合。結果處下處下，跛豪同鄭月英行咗埋一齊。跛豪擅長組織，鄭月英擅長外交，兩人分工合作，另起爐灶，將白粉生意重新做咗起嚟。有一日，佢哋喺同居嘅公寓入面，正喺度將毒品分包。結果警察嚟咗，將鄭月英捉走咗。走之前仲經常笑住講：俾你一個生存嘅機會，將你屋企嘅跛豪供出嚟，供出嚟就可以減刑。而鄭月英當然亦冇咁做，結果被判咗3年。而跛豪獨自喺出面繼續做生意，越做越大，開始買咗茶館，接住又買咗米鋪。呢個就係佢做毒品嘅一個掩護。通常客人嚟買貨，跛豪就將貨藏喺茶葉同米入面，呢個主意亦係鄭月英之前出嘅。野心大嘅跛豪覺得咁樣仲唔夠，要更上一層樓，所以佢必須要揾貨源、揾供應商。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所以香港民眾反對英國嘅情緒十分高漲，所以警方都忙住同英國政府打掩護。對於毒品反而比較鬆懈，跛豪睇準呢個機會，去接觸更多海洛因上游嘅嗰啲供應商。佢先到咗泰國，揾到嗎啡、海洛因嘅供應商，然後用自己嘅船將貨運返香港。
成個過程規劃得天衣無縫。貨船從泰國出發，經過香港國際公海嘅時候，再將貨交俾深海漁船，深海漁船開到香港嘅臨海，再將貨交俾小漁船接駁。呢個時候，呢批貨已經分成幾百包，藏喺小漁船嘅甲艙入面，幾乎未被查到過。加上文革嘅動亂，香港警方疲於奔命，亦冇呢個心思嚟認真查詢毒品。最後再將呢啲小包裝毒品分散出去俾各種人售賣。呢啲人大家都互相唔認識，因為跛豪認為售貨人一旦互相認識，一個人落網，全部遭殃。跛豪仲利用香港當時嘅各個社團、14K、和勝和等各自負責各個方面，仲叫和勝和嘅人去收買水警，所以毒品從泰國到香港幾乎係通暢無阻。嗰陣時一年可以賺2200萬美金，然後就開始漂白自己嘅形象，着住昂貴嘅西裝，戴住名貴嘅手錶，開住高級嘅轎車，睇起嚟好似係一個海歸嘅成功商人，並且開始涉及房地產、金融業、寶石業。佢開咗一個寶石公司，從泰國、緬甸進口寶石，然後將錢匯到泰國。佢購買100蚊嘅寶石，但係匯過去1萬蚊，多出嚟嘅錢係用嚟買毒品嘅，並將毒品藏喺寶石入面，運返嚟香港，做到咗一個好好嘅掩飾作用。另一方面，跛豪仲開始做賭場，經營咗4間賭場，並且將會員制度提升到一個好高嘅門檻，嗰啲高官、律師、銀行家等等人先可以得到賭場嘅會員卡，所以可以進入跛豪賭場嘅都係名門貴族，並且養咗好多警察，靠佢哋打掩護，令賭場運營通暢無阻。跛豪作為大毒梟，開賭場，但係自己唔吸毒、唔賭博，只係周不時飲啲酒，同各大社團嘅老大行得好埋，但係唔參與打鬥，中間所有嘅事都係用錢嚟運作，就咁樣行走於黑白兩道之間。跛豪有咗呢番成就之後，仲唔知足，開始接觸美國黑手黨，想將毒品賣到美國，通過日本山口組嘅牽線，喺日本同美國黑手黨見咗面。見面後，兩邊開始商量點樣通過日本將毒品運到美國。結果不如所願，跛豪被黑手黨陷害，黑手黨取消同跛豪嘅合作，並且對外稱跛豪太趾高氣昂，唔能夠信任。不過呢個都係表面上講嘅話，真正嘅原因係當時跛豪嘅競爭對手主要有馬氏兄弟、泰國當地嘅黑道，喺佢哋對美國黑手黨嘅施壓下，黑手黨先做出反悔嘅舉動。亦由於呢一舉動，跛豪開始被國際警方夾實，然後開始收集跛豪嘅情報，再將呢啲情報傳俾香港警方。而跛豪呢個時候仲毫不知情，佢嘅危機就開始出現咗。1973年，香港成立廉政公署，警隊人人自危，跛豪唔知收斂，最終被捕入獄，被控販毒，經過漫長嘅審訊，被判入獄30年。1991年8月，吳錫豪因患上末期肝癌，獲時任港督衛奕信特赦出獄。出獄後僅25日，就因為病情惡化離世，一大毒梟就此落幕。